联准会可能阁准备买高升利息，嘛影响到台湾的股市哦。早盘是落超过180点，也毋过 AI 类股反弹，佮加上观光、航运等传统产业股表现了袂歹，最后今仔是收红盘去64点哦。因为联准会可能会继续升利息，嘛影响到新台币换美金哦，嘛落到将近32块台币换1块美金。美国联准会公布顶一摆利率会议记录，内底暗示利率可能进一步升悬。第四拜三，美国四大指数拢出现破底，也连带影响台北股市早盘小开盘开出了后，都重波超过180点，低点下探到16264点，失守半年线的关卡。暗过伫 AI 类股支持之下，佮加上观光、航运等团产类股助攻，带动大盘落个幅度较小，盘中由乌变红。科技股的走势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弱，因为 AI 的这个市场商机啊，市场相当期待，所以这1-2天呢，资金又重新回流 AI 的股票，在这个电子股啊，发挥一个稳盘作用的情况下啊，今天指数虽然一度再破16300，但是很快就再站起来。特别注意的是，外资最近继续汇出，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卖超台股。过去11个交易日当中，有10天是卖超台股，总共8月到16卖超台股的规模差不多是900亿。分析师表示，人民币继续变大拖累亚洲货币汇率，所以伫市场烦恼中国房产危机恐吓冲击全球经济。避险资金进入美金，新台币换美金17是以31.93块开出了后，盘中变达8.5分，变达到31.98块，各向32块继续靠关。中国的房产的话，似乎又再度的跟去年一样，又有再度引爆连环爆的可能性，所以开始有中国雷曼的翻版的消息出来。那这个会使得全球金融市场受到动乱。那个金融局势越乱的话，大家纷纷又会跑到美金去避险。分析师表示，7月8月本来就是台票惯性的，所谓外资领完股利了后汇出的高峰期。加上最近利空消息，拢是台票无法度止贬的原因。虽然目前市场预期新台票无排除短暂落破32块，不过也未认为会长期徛起32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